但是到那边我停车停不好，你帮我停啊！啊，好好好，最怕的是停车。也是破个事体，也是在走。你现在是我偶像了，真的是我偶像了。开车的还要吃药的，吃啥呀？防止心跳过快的。你还要发神经病的啊！我跟你讲，搿种药不能瞎吃噶。咁你今朝吃的？没吃，因为我今天没想开车呀。开汽车之前也吃药的，闻所未闻。来，帮我跟小戴姐拍张照。哎呦，3个娃也搞一张，放松啊！有点好试试噶。什么情况？倒档吗？能倒出去吗？淡定，淡定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方向盘是不是被锁死了？不对劲啊！哎呦，怎么办？往前嘛，方向盘不对呀、我慌的呀！这个还可以拐过去的，还会撞到。父爱，你走了，有雨珠呢，雨珠呢！你走，一上着。你会开车吗？这叫什么？哎，我还行的，这个还倒了，拽得出去的。马鱼，来马鱼。哦，刹车。哦，哎呦娘！这转了。等，等。哦哟娘啊！我现在方向盘是正的吗？我后也出来着，刹车你。你看来谁的啊？那边过年。哎，我现在拿今朝孩子分寒夜份吃，加了对，心阿拉天。你业余跟我比的，刚接好出来的人侪觉得伊慢伊安全，实际上一正常操作，因为你如果慢个时候后头个车子哗啦踩过去，反而有危险，眼睛哪会得痛呢？高度紧张。今朝3个陪你出来练车哈，那搿个人倒有点吓个呢，公交车是发吓个，老是吓的。是指我谁娘里先穿个，你夜人挨个习惯。他停了嘛，我就穿了呀。不然你可能不停，你这还停，反正一上着啊，是个。我跟你讲，上海杭州人才停，苏州附近人侪不停的，除脱我。那么你下来落雨天还开汽车送到儿子，搿个更搞干那都的。那电瓶车不危险个啦，老雨湿的打，我所以还分张雨披嘞，2只轮盘个，那还有4只轮盘安全。打灯。我慌死了，我每次变道我都慌呀。走左弯辰光没去点个嘞别得拿点了，先。店里面的方向盘一张档呢，反正你自动挡不会先好个啊，你放心吧。干死我现在恨不得下来2男来上。然后跨多车道右转。哎，那么你不是很好的吗？最右侧车道。那有了这么一次嘛，你下来就会怎么？好窄啊，没撞吗？还是稍微有点吓嘛。哎呦，你稍微往搿面过去点。夸张。光是疯狂了。哎呦，没地方还停完，我估计现在吃面的人蛮多的。哎，你停看呢，你那样子。然后再怎么样？踩个手刹了。哎，来，我来到那里。哎呀，看上去你搿个侧方位停车还像离离嘞。我感觉如果我真的佩戴风灯去毛个么子侧方位停车，我估计我不来了。像你刚才没停到马路当中呀，你一部车子来外头，你哪来塞呢？哦，你这比我超车噶，当我这推车不大。我讲是大推，不是小推。一般店我来过2道，一道是3辰光，记不清爽是哪个一年噻，跟你要。还有一道是2006年，跟一个朋友。6、8月。好，18块，比我想象当中不止比日子结婚。昆山3间路的，哎呦，那我的谁带上个家？正宗安赞面馆的煎饼，哎，这个手煎饼哪是花菜啊？哎，是的。美女服务员，传说当中的正宗安赞面。